今仔国歌14个退休的棒球选手，各华人在库学生来带唱。有风声讲，因为烦恼讲政权交接，中共会个严重来干扰咱台湾，所以空军调回所有飞官，禁止休困。也毋过国防部是否认，强调讲只有维持常态的运作尔。建中甲基队甲国立体育大学的学生嘛带来精彩的表演，精准的鼓点配奔走队形的变化，谱出美丽青春的乐章。左风车剧团4战楼观的艺术装置舞美，象征台湾温柔坚定的力量，去甲总统府头前的大埕。放礼炮21响，3秒一发。国军联合甲二队，也有礼炮连向总统甲各国来祝贺贵宾致意。游中节团旗球车单旗信，车中行顶人也唱国歌。后的次女克直升机挂大白的国旗通过总统府顶悬。祝贺我们的赖总统，他荣任了我们台湾的总统，当然期待很久。520总统就职典礼，国旗直升机队、旅虎小组嘛伫个早起出现。唱国歌的时阵，飞过总统府的顶悬。不过嘛，传出520这一天，空军调回所有的飞官，禁止休假。国防部嘛回应，否认战备有升级。在总统就职典礼期间，国军持续掌握台海周边动态。目前是维持常态运作，并没有所谓提升为重点战备等等这些相关内容。那么经过调查，空军也没有召回所有飞行员待命。国防部23日公布，到早起6点为止，过去24点钟侦查到中国军机6架次，中国军舰7架次持续伫台海附近的活动，上近离台湾北部基隆差不多43海里。国军运用任务机甲军舰，也有海底飞弹系统，严密监控甲应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